佢哋而家喺呢邊，我喺呢度。可能要返出大海先得喎。今日嘅水溫30.1度，地點坐標係11.1488，2158.1114，水深4.7米。我而家開始測試水流，1100、1200、1300、1400秒、14.5秒，沙着陸距離0.1米，都冇流，點解 Q 埋呢度危險呢？漣漪？明軒？